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正式就职，陈建仁嘛邀请6都首长参加行政院会，国民党的地方首长郑经定。美国又个成立是一笔刺激美国股市收红盘，台股早起嘛去175点，来平换美金创8个月新高。云林警方追查假钱集团伫屏东高雄跟上北市掠到假姜来协管，查到1亿2千多万的假钱。再来看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最近是以美国智库学者的身份来台湾访问，今仔甲总统蔡英文见面。戴维森表示讲，看到中国一直打压台湾的行为，伊真烦恼。这转来就是希望更加强台美合作。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风声讲嘛要来台湾访问，中国提出警告，麦卡锡是表示讲，中国无法度决定讲伊要去对。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初二以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学者的身份，甲总统蔡英文见面。之前戴维森捌几夜届对台海情势表达烦恼的心情，这届来拜访台湾，就是要甲台湾做交流讨论，加强台美合作。Our discussions over the past few days have underscored Taiwan's vibrant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addressed the range of actions that the PRC takes towards Taiwan, and highlighted areas in which the U.S. and Taiwan can continue to foster and strengthen their relationship. 卸任后也致力呼吁美国关注台海议题。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戴维森上将对台海安全的贡献。戴维森即届访问台湾，拜会建军界人士，就印太安全区域进行讨论。最近，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传出要来台湾访问，这个消息引起中国的反弹。中国外交部嘛呼吁美国爱遵守一中原则，麦卡锡嘛针对这点做出回应。Any reaction to China's warning against visiting Taiwan for you? I don't think China can tell me where I can g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外交部跟驻捷克代表处都在对议长访台之行积极的联系安排。那是美国议长、捷克众议院议长艾达莫娃，侧翼甲外交部长吴钊燮视讯，嘛正是讲3月份会带团访问台湾。这嘛是捷克总统当选人帕维尔甲蔡总统通电话了后，捷克搁一届展现唔惊中国，而且强化甲台湾合作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那上任的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正式就职，陈建仁嘛邀请6都的首长参加行政院会。台中市长罗秀燕就表示讲，伊认为这是好代志，伊会亲身出席，希望讲中央会当愈重视地方政府的建议。是主播，因为疫情的影响，今日是6都的首长2年多以来再度受到邀请来参加着行政院会。这嘛是行政院长陈建仁上任以来头一届主持院会，就是要来听地方的建议。其中台中的市长罗秀燕也有炸着台中世界棒球经典赛邀请杯，要招着陈建仁做伙来看比赛。咱来关心头多6位市长有讲什么建议？今天代表台中市政府，那我们也邀请陈院长、正副院长以及各位首长好朋友们，大家一起能够到台中来参与这个盛会。这样一个充分的沟通跟协调的机制，其实就是中央跟地方大家同心齐力，为国家为人民，大家共同谋福利，让我们国家的建设发展能够更顺利。那陈院长也特别强调，施政不分蓝绿，建设不分党派。那我们也希望说，其实，在地方政府，其实我们在施政上确实也是如此。那6都首长的大家的想法，其实在共通性的问题，台湾也不大。其实碰到的问题都是一样。6都的市长拢真肯定，又搁再度受到邀请，会使来参加行政院会。后摆拢会定期来参加，就是要让中央甲地方有一个有效的沟通的平台，将镜头转转去主播。咱来看新内阁上任的头一个任务就是发予所有民众1人6000块的现金，或者是提供直接汇到银行的口座，还是摕提款卡去 ATM 操作领钱，搁有去邮局领这3种方式。也毋过立委就指出讲，全台湾各有3个砖头无邮局，搁有对一寡新众人士搁老大人来讲，嘛应该要有专门的人来协助。
普发现金6000块。目前行政院规划3种方式是政府直接汇钱，民众去 ATM 操作，甲邮局临柜办理。不过立委曾嘉宾点出，这3种做法对一寡无口罩、身体无方便的人其实无效，而且全台湾也有3个所在无设立邮局。根据前年发放5倍券的过程当中，目前呢，根据统计还是有5万个人是没有领到5倍券的。那当中去分析，这些人除了是一些资讯弱势者之外，或者行动不便的人之外，或者是卧病在家人之外呢，很多都是高龄的长辈。全台湾大家以为邮局很普遍吗？目前台湾有这3个乡完全没有邮局的设置。包括花莲的万荣乡、屏东的狮子乡跟台东县的金峰乡。面对普发现金的执行问题，数位发展部表示，针对无金融机构的所在，会协调民政单位做册发放。原民会是回应会量早找地方机构协助偏乡时代甲新种人士来申请。透过我们既有的，比方说教会文件站等系统，协助族人能够尽快的提早线上申请。或者是说，在透过我们文件站的这些人员呢，能够协助我们的长辈。如果你有账户的话，我们可以就协助他如何在线上进行登录。如果他连账户都没有的话呢，我们现在也在构思，是不是有可能透过民政的其他的系统，能够造册或者直接现金发放等措施。偏乡金融设备报告全面，国发会讲，目前正在规划行政院的下部会推动小组，望顺利完成。记者麦雄营、曾俊佑台北报道。政府要发予所有的民众一人6000块，虽然时间点还未确定，也毋过已经有医疗的通路推出讲会当先甲这6000块欠起来，就当搁送6000块的优惠。按算后礼拜一特别开放予民众登记。有专家是认为讲，这种行销的手段对咱国内整体消费应该会有帮助。全民发6000政策渐渐确定，有医疗通路大型厂商机，到店欠6000块，就会当加送优惠。我要加值6000块。好，现在加值6000的话，就是还会再加送6000哦。为2月7日开始，土特卡加欠6000块，就会当送拍一卷，价值超过6000块。5月底前用煞，也会当加送1200块的土特金。因为政府在推出了这个全民普发现金的政策，而且在我们考量国内上半年的经济受到通货膨胀的一个影响，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优惠活动，跟民众一起对抗通膨，而预计提高我们的来客2到3成。连锁药局原来有利多，不过更加重要也是爱看民众是不是有需要。家里有长照的病人，这样子我本来就有在这边买，所以我是一定用得掉。我是没有帮助啊，因为我用不到啊。医疗通路拍头阵，送优惠吸引人客。看百货业者，亲像远东所购表示，也搁伫研究。先讲3月是回应目前暂无进一步的规划。不过学者分析，这种行销模式有希望刺激民众的买气。就是希望这个借由这个议题的炒作然后让这种消费的这种动机能够提高。他们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有可能就是说诱发民众呢进行一些额外的消费，而不是把这个6000块存下来即马医疗通路开第1层，学者是讲其他的品牌当制造的机会大，对于刺激内需市场有正面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又搁宣布新利息一码，刺激美国股市收红盘，嘛带动咱台湾的股市搁台票的汇率大起哦。台股收盘是起175点，收伫15595点，新台币换美金的汇率嘛起，开盘是29块9角，过程中起到29块6角，起超过3角，是创最近8个月来的新高。全美国通货膨胀渐渐转好，美国联准会若亲像外界预测，宣布升关利息一码，继续放慢升关利息的脚步。外界关心台湾是安怎因应的？不管是开工的情形，还是这个股市的开市的情形应该是大家对台湾的景气是有信心的。经济部会持续来推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这样的发展。对美国放慢相关利息，激励美股收红，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大起超过5%，连续带动台湾股汇市拢起。初二台股继续起价，开盘是15508.83点，盘中上悬15571.14点，擘大起151点。对台股走悬，搁加外资回流。
新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同齐起，以29.9块开盘了后，汇价持续走强，快速通过29.9块加29.8块两个关卡，盘中捌攻破29.6块，捌大起超过3角，创下2022年6月以来将近8个月新高纪录。台币会表现更强一点，美元弱一点。在这个政策基调有改变之前，可能美元都会稍微偏弱，可能例如在上半年，或者是至少在第二季前，可能转折几率都不高。如果美国股市能够续涨的话，那么第一点呢，对于这个台币的这个升值是有帮助的哈。那然后呢，也会吸引外资呢在这个持续的回流。那这样对我们台湾股市当然会造成相当大的激励作用。那可是反过来讲，万一呢美国股市呢，在短线上又出现一个比较严重的回档走势的话，那我们台湾股市呢，恐怕要再度的陷入一个整理的格局。专家预测，数来美金会持续较软，吸引外资回流。其他毋是美金的货币表现真强，台股可望第一季维持起落按过走悬的势面。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已经甲咱国民航局联络讲，望讲恢复10来两岸直航的航点，今仔海基会举办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有真侪台商拢表示支持哦。因为目前两岸只剩北京、上海、成都佮厦门这4个航点。陆委会主委胡泰山伫致辞的时阵，嘛强调讲，已经稳定的话，会豆豆来恢复交流。疫情当好，海基会隔3年举办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这也是疫情以来头一摆恢复举行。现场满到200多位台商到场交流。上关心的话题就是中国国台办蔡依证实，已经去函咱国民航局有关恢复16个两岸直航航点事宜。有台商会长强调，恢复航点是所有台商台生上关心的大代志。恢复两岸之间或增加两岸之间的航点，实际上是台商的第一等重要有关的大事，有关台商第一等重要的大事。希望我们台湾这边也能够赶快的做大幅度的增加航点。我觉得真的是要到大陆上去看这个实际的状况，并没有大家所知道的那么的严峻。外界观测，中国疫情台商认为，疫情当好是开放航点的好时机，因为两岸客货运航点伫疫情进前上侪达到71个，咱50个，中国61个，即马限缩到只剩北京、上海、成都、厦门的4个航点。真侪为台商欢迎，台商集中的地区包括广东、深圳、广州、江苏、南京，拢还未开放。两岸往来真无方便，机票比过去贵3倍，华夏政府尽速排除障碍，恢复两岸这个空运直航的航点，或者是小三通客运等等。那我想政府呢，确实始终都放在心上。那我们也持续的在做各项的评估跟准备，应该是要渐渐恢复的了哈，因为这样子两岸才有办法有一个健康有序的这个两岸的发展的这个机会契机。台商认为恢复航点对两岸交流、河湾、台海紧张情势有帮助。胡泰山强调，两岸和平稳定是共同的愿望。在疫情一旦控制的情况之下，一定会一步一步恢复交流。针对小三通全面开放议题，也会继续交换意见。柯胜雄也表示，两岸应该有更较侪合作对话。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各地拢有民众报案，讲因收到1000块的假钱。云林警方对早嘛伫屏东、高雄抓到3个嫌犯，嘛佮伫新北市、佮有台北等所在抓到3个提供假钱的嫌犯，计共是查到1亿2000多万的假钱。桌仔顶摆甲满满的1000块假钱，编号拢是 HR484268XD。伫咧过年之前，有真侪所在拢传出有人收到同款编号的假1000块。经过云林警方的追查，先伫咧屏东、高雄抓到使用也有卖假钱的3个嫌犯。那高雄的地区就查获到将近1000多万面额的这个伪钞。那当下在询问这一个上游它的供应商是在新北跟北部地区。那专案小组人员同一天马上就从高雄再直接到北部跟新北地区。
警方表示，这3个嫌犯讲，这个价钱拢是以1张1块向源头买来，佮再透过网络平台以1张5块来卖。经过警方追查，分别伫咧新北、台北掠到源头供应商，佮再掠到3个嫌犯到案，查扣17000外张价100块，2000外张价500块，124,000外张价1000块，佮有1000外张价2000块。这挂假银票的总金额有到1亿2000多万。带回20人到案说明，并查扣面额合计1亿2088万2000元的仿真伪钞及相关证物。廖男等6人涉嫌妨害国币惩治条例，向法院申请羁押，法院陆续羁押裁定获准。云林地检署表示，这挂查扣的假银票内底，除了大家拢知影的 HR484268XD 价1000块，也佫有 CQ281880VJ 价100块，而且嫌犯目前也佫咧大量制作新的100块假银票，好佳在也未流出去，就互警方查扣。所落来，警方嘛继续来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机场的航警保安大队，最近有2个小队长防检举讲，伫上班的时阵，穿放伫身上刷喷气，实在是真离谱。航警局嘛已经甲这2个小队长调职了，嘛讲会加强督导，派干部去协助管理。伫航警局保安大队410小队长洪检基几啊摆伫执勤的时阵早穿困了后，4过小队长也洪检基执行塔台勤务的时阵早穿困，愈可听到有诶感觉含，也毋过也有诶感觉可能是恶意检举，爱将代志查清楚。如果他有栏杆或什么管制的话，我是觉得还好一点。如果他是开放的话，那就不行。但是当然你是执勤，当然不能这样子。因为如果他敢这样子做，就表示说那可能是他自己的时间，外面看到表面的东西并不见得意思。航警局表示，已经依据检举人提供画面，清查相关监录影像，初步调查违反勤务纪律属实，毋若影响警察形象，也有安全守护疑虑，已经将过小队长调整做非主管职务甲调职，也会加重处分。以影响警察机关形象且不适任主管职务，本局依事证及相关资料，调整该员为非主管职务及服务单位，并加重惩处。航警局表示，绝对袂暗糊，会继续加强要求当真落实勤务纪律。未来列为重点督导单位，高级派干部加强督导带勤，以维护机场安全甲秩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已经2冬了。军方指派的代理总统敏瑞初1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要搁再延长6个月。嘛因为军方强烈镇压较大，示威者是呼吁全民进行无声的抗议，所有的店家拢关门，百姓唔通外出来表达不满。这是警方记录，一旦讲无虾米人。伫2月7日，缅甸政变届满2年迄天，缅甸真侪城市响应民主派呼吁，以无声的抗议展现对军政府高压统治的不满。民众踮伫厝内，企业店家也无做生意。讲一讲，军政府是宣布国家紧急状態，搁延長半年。အရေးပေါ်အခြေအနေကြီးညာထားသည့်ကာလကို2023ခုနှစ်ဖေဖော်ဝါရီလ1ရက်နေ့မှစ၍ 這是軍方政變了後第2擺延長緊急狀態，以憲法規定掠算，關定8月舉行的大選出現變數。延長的理由是國家局勢猶原無正常，需要時間準備一擺和平較穩定的選舉。若是國內老百姓不服，海外也無進動，日本、泰國攏有相關活動。เลือกตั้งนี่เราไม่เอาอยู่แล้ว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ราเลือกตั้ง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เลือกตั้งให้หลอกชาวบ้านหลอกทั่วโลก 國際社會大多數攏認為軍方的講法無根據，聯合國也將所謂的舉行新的選舉批評是假白。英國、美國、加拿大、甲澳洲已經宣布針對甲軍方有關聯的企業實施新制裁。The regime's planned election will not be free or fair, while the regime continues to kill, detain, and force possible contenders to flee, and continues to inflict brutal violence against its peaceful opponents. 2年前，緬甸軍方發動政變，指
2020年在会大选，实际领袖翁山书记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超过80%的得票率，其实是作弊，佮逮捕翁山书记。翁山书记向军政府指控，包括煽动选举作弊、甲贪污等多项罪名，累计刑期达到33年，就是要让翁山书记的全国民主联盟无法度参选。根据联合国报告，2年来缅甸超过100万人无依无法，超过7万人出逃，多数拢是前往泰国、马来西亚。另外，也有我3000人互缅甸军方杀害，实际平民伤亡可能也搁较侪。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美国总统拜登按算要伫5月份结束新冠疫情全国公共卫生的紧急状态，这嘛代表讲有1500万的美国人疫情期间领的社会福利会受到影响。另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将对疫情救济计划来进行调查，发现有上千人因为诈领防疫经费互检举判罪，诈领的金额是超过600亿美金，差不多是新台币1条8000亿。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甲政府改革委员会针对新冠疫情的期间救济计划产生的诈欺甲不拍销的问题，举行头一届听证会。共和党籍众议员科莫嘛是委员会主席，伊批评讲拜登的民主党政府无尽到监督的责任。We owe i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greatest theft of American taxpayer dollars in history. We must identify where this money went, how much ended up in the hands of fraudsters or ineligible participants, and what should be done to ensure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美国国会从2020年3月份开始，透过6项疫情纾困的法律，拢总拨差不多4.6兆美金的经费。民主党众议员辩护讲，是因有系统查出诈欺甲不拍销的问题。根据调查发现讲，在疫情的期间，有超过1000人因为诈领防疫经费，被指控或者是定罪。也有600多个个人或者是组织单位面临诈欺的指控。根据劳工部的数据推论，被诈领的保险金超过600亿美金，要是代票1条8000亿，引起质疑的声音。Earlier this week, we issued a fraud alert, finding that over 69,000 questionable Social Security numbers were used to obtain $5.4 billion in pandemic loans and grants. This alert resulted from PRAC data scientists using our analytics platform to assess over 33 million EIDL and PPP loan applications. 美国从疫情爆发以来，各州政府放零医疗补助计划的审查，让真侪无符合联邦医疗补助的资格的人，买当使用医疗补助计划。不过，拜登政府按算伫5月份结束新冠疫情全国公卫紧急状态。紧急状态若是重点，包括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甲粮食券在内，几啊项因为疫情特别批准的福利嘛结束。全国至少有1500万人在疫情的期间扩大享受社会福利，嘛因为安尼受到影响。真侪人可能都要开始纳新冠病毒检测费、甲治疗等等大条的费用。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英国有超过50万的老师、公务人员甲火车的司机，不管薪水拢无会起，通货膨胀却愈来愈厉害。第昨初一发动罢工，这届的罢工规模是最近10冬来的上大，有真侪学校拢休困，火车等大众运输是暂停服务。也毋过英国政府甲企业对加薪的态度是真保守。教育大臣阁强调讲，起工资等到是会互通货膨胀愈严重。大声喊口号叫政府加薪水，因为通膨互这卖薪水无法度应付一直起价食品甲能源计较。英国有超过50万位教师、公务员、甲火车司机等人初一发动大罢工，规模是10年来上大。真侪学校关起，大众运输暂停服务，各出动军队支援边境检验。Make a stand against what we see is absolutely 12 years of Tory austerity and the cuts impacting massively on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through lack of funding in the classroom, plus of course our own salaries, which have real terms have been slashed. 这边罢工包括30万位老师，甲来自120位政府部门的10万位公务员，也有几6万位大学的讲师甲铁路员工。英国教育工会讲，伫咧考虑通膨因素了，甲2019年比，公部门员工每个月收入减少203英镑，要加大票7500。虽然政府提出教师加薪5%，也毋过已经抵袂了通膨的卡步。也有学生来支持老师争取加薪。Our school is suffering
from our teachers not having enough money to be paid. So I think that I should miss some school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eachers should have their funding. They don't have many teachers to look after us and to take care of us, so we need to kind of look after ourselves a little bit as well. 英国的通膨率已经超过10%，是40年来上悬，民众的生活真歹过。最近几个月就出现过几落遍上万人的罢工，进前邮政、律师加零售业先后罢工，医护人员后礼拜也罢工。不过英国教育大臣伫咧接受访问时阵讲，大幅度加薪会互通膨更加严重。But what we cannot do is give inflation-busting pay rises to one part of the workforce. And make inflation worse for everybody. That's not an economically sensible thing to do. 志刚强调，政府伫咧明年到后年会另外拨20亿英镑的教育资金。这边罢工，又有要甲90%学校维持运作，或者是部分受限，只可能8.9%学校停课。当局也感谢这寡学校的努力。公司新闻陈伟林、蒋建光编辑。来看之前伫澳洲失踪的一个装放射性物质铯137的小阿宝，已经伫纽曼南边的大路边的草坡内底找到了。目前是判断讲应该是无造成污染，甲这个放射性气压碰见的集团嘛总算会使松一口气。伊嘛表示讲愿意来负担所有找出的费用。虽然专家认为要找到一个比人会增加也更较细粒的放射性微型原粒，敢若是伫大海河尖同款。不过澳洲当局出现讲，经过6天总算找到。The capsule was located just south of Newman on the Great Northern Highway. It was 2 metres from the side of the road. The vehicle that identified it was travelling at 70 kilometres per hour when the specialist detection equipment picked up radiation emitted.这粒放射性物质铯137拍无去的时阵，当局特别发放射性警报，惊有人捡到会受放射伤害。It appears to have fallen off the truck and landed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It is remote enough that it's not in any major community, so it is unlikely that anybody has been exposed to the capsule. 负责运送的跨国矿业公司力拓公司讲因会赔。And we'll fully cooperat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If as part of that there's a request for government, we would be happy to reimburse the cost of the search. 军方总嘛伫咧做验证，会甲伊送去西澳洲首府博斯的安全设施。这粒铯137本来是要用来测量铁矿石密度仪器的一部分，承包商昨日自西澳洲纽曼装上了放去咧车顶，行经过西澳洲沙漠1400公里长的公路，要送去博斯郊区的马拉加，可能是路无好一直线，装载设备送去了6个半路，而且一直到25才同步拍无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台东县政府的本色焚化厂去16档路，问题是真侪，一直拢无法度通过验收。也毋过伫2日前环保局却通知讲1月30日，焚化厂已经通过验收了，初二就会当开始烧本色。焚化厂操作营运监督委员会有委员是讲，嫌因拢无收到通知，环保团体嘛呼吁管议会应该要严格来监督。台东县焚化厂初二开始营运烧本色。透早台东市公所清洁队就载粪扫入去内底，各乡镇嘛会当甲粪扫再来烧。毋过开放烧粪扫的消息是向公布的。环保局表示，虽然焚化厂去年已经整修嘛完成测试，毋过还未通过验收，是未当营运，一直到1月30日才通过验收。为2月初2开始营运。焚化厂操作营运监督委员会有委员私底下讲，因无收到通知，就连当地民众听到这个消息嘛惊一跳。知道什么时候要烧吗？我就大概知道它快烧了，已经运作了将近1年了哈。那目前哈进入这一个营运期，是跟厂商的契约的2年的这一个营运期哈，所以也没有特别哈来跟外界来说明。有民众质疑讲，环保局敢若通知各公所，甲当地里长要开始烧粪扫，毋敢公告互全民知影，袂输咧偷偷烧共款。对嘛，因当讲会当看到问出来烟，民众嘛真烦恼空气有啥物问题。毋过环保局表示，验收的时阵已经有用上严格标准，而且还佫有空污监测站伫监控。毋过环团呼吁，都要赶紧设立公平监督机制，避免环保局纠管兼裁判。那我希望说呢，这个监督是有公信力的，是透明的。环保局强调讲，
粪扫分化厂的营运是已经定好的计划，就要自主处理台东县的粪扫，目前一天会当处理200栋左右的粪扫，包括会烧每一天收到的粪扫，还有进前5月13日已经定的粪扫坑台场，厂内厂外有啥物监测，拢公开伫网络顶，民众会当监督。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 R11站高雄车头的地下2楼，阁有3楼，本地有超商、化妆品店等店街哦，也毋过最近这个店家拢关门啊。各这公司是表示讲，这是因为原本的统包业者还有到期，这个店家才搬走，嘛已经找到新的业者来接手咯。嘛表示讲，未来高雄车头的捷运商场会规划做一个动画、放假，阁有电动主题的商场。铁门摇落来，工作人员伫内底当咧保养收物件。高雄捷运的高雄火车头站、地下2站至3站的商场，原本有超商、美妆店、甲餐厅等等。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这些店全部拢关门啊。因为感觉来这边都是来补习，然后补完习就赶快想要回家，所以不太会去逛，就不会特别停下来。听坐捷运的民众就讲，部分店家确实生意无好，怀疑是因为安尼才会关门。高雄捷运公司驳回，其实是原本的统包业者有到期才会全部关店。即卖已经找好新的统包商，就是去年开始先在美丽岛站商场的业者。除了原本的商店区域之外呢，我们更扩大到之前的 R11的临时站，还有我们另外 B3层的所有的空间，做一个重新的整体规划。然后在这个规划期间，当然会有一些厂商里面的一个变动跟变更。新的高雄火车头站当咧动工，捷运商场为即卖的400平扩大到得要3000平，按算规划做南台湾第一个1000平的 ACG 动漫电动主题商场。业者表示，即卖当咧做整体的设计甲装潢，上近5月才会点头入来。营运的部分大概会抓年底有一个盛大的开幕活动，那我们会尽量跟美丽岛复制美丽岛成功的经验，让这些 ACG 的团体一起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开幕活动。这3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各自的运量表现无好，嘛影响到站内商场的生意。即卖疫情转好，业者讲美丽岛站商场年节的业绩比平常时加3倍，就希望疫情结束了后，各自的运量甲商场的生意拢会当有明显的增加。记者陈焕武、明昭宽高雄报道。花莲玉里有一个生态池，有真侪本土的生物，也毋过最近即几冬哦，因为外来种气候严重威胁到本土的鱼仔虾仔。在地志工是讲哦，因安怎清拢清袂完，真伤脑筋。这是花莲玉里林难得的蓝土地，风景清幽，是在地民众真喜意的休闲景点之一。因为离城市无污染，佫较是袂少鸟仔甲原生鱼虾重要的生态地。不过最近2年，煞真侪巴西菇、鱼白刺甲上歹的泰国鲤鱼。泰国鲤它是肉食性的，野生种的鱼的小鱼都是被吃掉了。在我们这个玉水郡湿地里面，繁殖很多。会初步怀疑是民众来放生，还是他怎么进来？不是，是从玉水郡它顺着河流进来的。在地志工拍拼移除，不过敢若亲像永远顾袂完，生态池已经变做外籍兵团，本土鱼虾已经愈来愈少，佮安尼落去，唔知要安怎。这2年来移除了，差不多也将近有400-500只有了。然后每次去，因为我是用放棍的，然后晚上去放，第2天去收，就剩下一个鱼头。那医生都被吃掉了，他们就是泰国鲤，它本身也是会吃泰国。因为客无生态池连接受过乱客，在地民众认为外来种成分唔再流入来，要移除恐该需要暂时关水源头种伫生态池，停放原生种的鱼虾。不过南部各开水圳，外来种生物未阁流入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桃园灯会早暗伫杨梅闹热起高咯。今年土海主灯有14公尺的悬。桃园市长张善政是表示讲，这届的灯会体现在地客家文化。今年热人桃园嘛要办世界客家博览会，伫这届的灯会成立场。2023桃园灯会出一案，伫咧杨梅的福光闹热开始。这边有4大灯区，连续点到12天。主灯是14公尺悬的福土未来土。开幕仪式，桃园市长张善政等人也用光棒，替来自新加坡的无线防水表演掀开序幕。无限风筝带来的祥龙雨蝶空中展演，祥龙献瑞，搭配着主灯秀，共同打造陆空光之双响宴。
通灯会开幕活动第一天来差不多7000人，根据用娱乐园概念做发想，加娱乐器材、装发光的装置，大人囡仔拢算啊真欢喜，有真高的在地客家味。我们这次把整个富冈的这个小城的这个区域都用上了，把它展示成整个灯区，也希望我们所有北部的朋友都能够到这边来一起享受我们这个光的飨宴，还有客家美食。桃园灯会第一遍伫咧杨梅的福冈办，点到这个客家小店，结合福冈的传统客家文化。因为今年热天就要一个桃园办的世界客家博览会成暖身。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五家日日感的永安宫百活动来元宵，拢有一个真特别的走红的活动哦。伫过去2天，因为疫情停办，今年恢复举办。今仔早起，妈祖是先登去古庙，所以初4、初5会来绕境巡庄，祈求平安。妈祖神桥伫东路甲高压城中斗地出发，到基路绕境。宜兰五吉乡永安宫当年元宵节期间，拢会进行走红活动。过去2年因为疫情停办，今年复办。迄个活动开始，妈祖先登去旧厝，为神庙移驾到旧庙，搁到52家7地平安绕境。早期是变成一个传统的速度竞赛，那后来我们还是回归到宗教活动来，所以我们有把它改成改良的安矮帽的活动。走红是五家八大庄的重要活动，已经传承100年，方定落为无形文化资产。今年会伫初4、初52天举行，过去拢会由信徒更新桥伫庙口比赛竞走，也毋过因为竞争激烈，引起未少的冲突。即马活动转型维持更新桥过金会传统，也毋过取消竞赛，改办理红矮帽趣味竞赛。还有特别有一个提灯的夜巡五提灯夜巡的一个活动，那所有的提灯都是一个免费供应的，欢迎很多乡亲都能来参加。今年走红除了传统民俗阵头表演，佮开放民众软脚卡，也邀请得到日本太鼓比赛大奖的日本和太鼓台湾组，参好气爱爱2人组表演，甲日本进行文化交流。工作指出，活动期间也个会发高压灯，同齐教囡仔参加古早的挂高压灯采集活动，感受元宵文化气氛。记者综合报道。为着准备2023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台湾队目前是伫云林岛内棒球场在训练哦，嘛特别使用一种智慧型的发球机，会当来模拟大谷翔平、打比小加大联名投手的球路来做训练。咱做伙来看卖。为着世界棒球经典赛备战，咱的队员为1月29开始，逐工拢真拍拼咧训练。牛棚教练王建民嘛带投手来练习基本的部位，减少失分的机会。大家看起来都还蛮正常，都有进入那个状况。队员做伙练习，互配合愈斗大，嘛互教练团掌握状况，就是集训上重要的目的。中职会长蔡其昌嘛接受教练团的建议，做到目前全亚洲唯一一台大联盟有18支球队拢咧使用的 iPitch 智慧型发球机来使用，互球员会当来提升控球的能力。可以输入到就是说比较精准的一个数据。包含像球速、转速跟所谓的转轴。甲投球机输入大国商平伫咧2022年大联盟的投球数据，咱的捕手戴培峰是头一届面对到这位强力投手的6种球路。这对选手在训练上面，我想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讲过，我们会跟教练团充分来配合。如果在训练的器材上面有任何的需要，我想我们都会全力来配合来协助。面对外国媒体认为咱无法度拼入去第2轮，蔡其昌强调尊重各种的预测，不过球是圆的，比赛也是要看临场的表现，而且有上强的后勤团队来支持上强的国家队，咱争取到胜利的机会会搁再提升。即马就是甲每一个细节拢准备好，互选手会当调整到上好的状态来迎接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想要伫2050年做到净零排放，有环保团体甲民间智库研究指出讲，因为石化产业附加价大学家请的人嘛少，而且大部分拢是出口哦，所以因建议讲会当透过减少石化产品的出口来减少碳的排放，对国内影响较细，减碳的效果嘛应该袂歹。
石化业高污染、高耗能、高碳排，若要达成2050净零排放，是毋是应该优先减排呢？数字显示，石化产业温室气体排放伫发电燃气业佮有工业之后，伫7大业别当中是排第3，占总排放量15.34%。民间智库上新研究指出，伊其实离制定排放无济，主要排放是用电来的。从排放到主机石化膨胀的这个现象，是比其他产业要来得更显著的。民间智库透过政府资料分析石化业的特色，指出以进口大量的原料，请较少的员工，佮以出口导向，出口占产值的37.93%，甲其他6大产业来比较，甲本地商品就业市场关联上低，定甲国内当作是生产的基地。认为若透过减少石化业出口来减碳，对 GDP 佮就业的影响相对较小。如果我们可以选择缩减出口来减碳的话，缩减谁？台塑的出口的炼油，然后呢就是石油化工原料，跟台塑的集团肯定有点关系，环保团体甲民间智库合作研究，针对如何为产业的结构调整来减少台湾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效益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石化业是上无效率、佮有出口规模的产业，会当透过减少出口来降低碳排放。其中排放上侪前2名是石油炼制品制造业，佮有石油化工原料制造业。记者林正梅、桂俊林台北报道。目睭的乌色素肿瘤学者看到过去治疗这种癌症可能无法度保留目睭，也毋过台北中间病院利用一组治疗，会当甲目睭留落来，嘛保留目睭的功能。医师嘛提醒民众若是定定看到闪光，亲像蚊仔伫目睭前飞来飞去的镜头，就要特别注意。49岁赖小姐伫3天前看线条会感觉歪斜，就医才发现讲这边的目睭内有罕见的乌色素恶性肿瘤。那我当下听到的时候，就是整个人就好像是从很高很高的地方，然后掉到踩不到洞的雨洞里面。因为因过治疗目睭肿瘤，可能就要甲目睭挖掉。不过中家病院用针剂的治疗方式处理，通控制肿瘤，嘛保留周边的正常组织。眼科医师表示，过去这种治疗大部分用伫肝癌、脑癌，较少用来治疗目睭。若超过0.3公分，就有转到肺甲肝的风险。上好的治疗时机是肿瘤高度伫1公分内。大部分的肿瘤都已经比较大，超过0.3公分。那这时候如果它的厚度在1公分之内的话，我们做质子治疗就有很高的机会能够保留眼球之外，又能够保留它的视力。另外，目睭的乌色素瘤真偶发现，嘛真罕见。台湾每当大概有5至10个新病人，嘛无确定的成因。中家病院表示，目前已经治疗6000几例，拢有真好的控制，嘛爱定期追踪。像赖小姐就保留目睭视力嘛恢复到1.0。记者点李秀凯台北采访报道。台湾大约有80万人有眼酒的问题，也毋过真侪人想要戒酒，却毋知要安怎办哦。其实咱国内有真侪病院有提供药物团体的治疗，嘛有透过检查体内敢有眼酒的基因，新的治疗方式会当来帮助民众戒酒。酒驾开车上路造成各种的伤亡，警方是强烈出题。背后也佫有侵占的烟酒问题。根据台湾成瘾学会统计，台湾烟酒的盛行率大约是2.5%至3.5%，大约有80万人有烟酒的问题。46岁陈先生就是因为烟酒，不但生理上出现脑痉挛、容易生气的情形，人际关系受到影响，更加出现忧郁症等等合并的症状，也佫差一点因为酒驾造成悲剧。我工作上会产生一些负担的人际关系也慢慢受到影响。曾经有一次酒驾的经验被警察拦检。台中民众表示，烟酒的人常常有放骗家己，身心有恶性循环的状况。上新的治疗模式除了药物治疗，创设24点钟线上咨询，还佫提供监测患者是毋是有烟酒基因的服务，以科学数据甲团体治疗的方式，协助胆肾市等等真侪患者戒除烟酒。它带有这样的基因的话，它本身罹癌的风险，包括像食道癌、口腔癌、下咽癌的风险，都比一般人高到4到10几倍这么高。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提供这样的选项。互兴酒入名的人戒毒，中研发现，伫咧这款的治疗模式之下，研究的个案拢有效降低饮酒量，56%的个案更加会使完全停酒3个月。建议有研酒的民众行出来，寻求医疗协助，早一日找到回来家己的人生。记者台中报道。今年的台北国际电玩展今仔早起伫南港展览馆开幕，加共4天，有25个国家、275间厂商参加，有上千台的展示。主办单位是表示讲，因为疫情，咱台湾线上游戏的产值是愈来愈悬，今年应该有9000亿。以3D 的画面呈现，所有人会当亲身体验赛车变速度的感觉，还有一个虚拟实景。好侪人会当伫咧共时间线顶比武，甚至还会当透过网络，伫咧厝内就会当甲无共所在亲情50，做伙耍12种无共的线顶游戏。这是2023年台北国际电动展览，初日早起伫咧南港展览馆开幕，是啥袂少有兴趣的人去现场体验。我可以在家自己玩，它可以连上网，就等于说我不用出门，我也可以跟朋友对战。我自己也是开发者，所以刚好也是玩家，所以过来一起看这样。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民众较少出门，拍电动渐渐加做伫厝内休闲活动之一。即马边境开放，袂少游戏产业嘛把握这波提经济，推出几啊款新的线顶游戏，要来抢生意。根据数位发展部的统计，去年2022年台湾游戏产业的产值有达700多亿，今年可能会达上千亿。我们觉得今年的业绩应该可以比去年的大概多2成3成这样子。随着这更多的新的游戏的产出，再加上更多这些厂商的参与啊，我认为很快应该就是上千亿的这种产业了。主办单位表示，这届展览的时间会到初5，有25个国家、275间厂商，摆1000多台规模，包括250款游戏、主机大厂、工艺体、电竞周边等等的展览。另外，还佫有独立的游戏专区，有全球超过100多个电动。期待台湾团队甲全球的游戏产业会当有更较侪交流。记者综合报道。中华电中的原则伫过去附近的砖头过年过节拢会来食买物件，后来就愈来愈稀微咯。也毋过，才有一间已经传承3代的布行，这间布行是日本时间起的厝，嘛有真侪古早的物件拢保留甲真好，咱做伙来看卖。将近80年前，曾庆焕阿公家这栋日本时期起的厝改买落来，本来10年来，阿公、爸爸甲伊3代是接力来传承。我跟厂商进货来的时候，它不可能是卷好的，它是整个我们必须要经过卷布的动作，我才可以上架。布行的生意因为生意流行兴起，渐渐就无人客。曾庆焕甲多数店中人同款，读册工作、结婚事件拢伫外地。父母年岁大了后，伊回来故乡，旧厝有伊几啊10年的生活基地，所以讲无拆掉电器。天井它有3个功能，一个是通风，一个采光嘛。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进货如果货物量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天井上下货，上面是一个仓库的，对，就是用绳子吊上去这样。旧厝内底有真侪充满历史的物件，布行内底这2块大地桌啊，相反有将近100年的历史。调光对日本摕回来的古董收银机也真有旧时代感觉。这是日本制的收银机，从这边按下去，它这个就可以打开。之前功能还很健全的时候，它有一个铃铛的声音，按下去它叮啊一声，它会把这个就自己会自动退出来。行伫电中店原一路，旧街路顶面也有真侪旧厝。这条街北是附近乡镇过年采买年货大街路。上路的时阵，街仔路开20外间的布行，伊讲才有条件打造特色的老街，希望公部门的投入更加多心力整合，互旧厝旧的街路继续讲到电中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DNA 会当存在偌久的时间呢？过去的科学界是认为讲，上济大概是100万年。也毋过，科学家伫格陵兰的北部应当站的土巴内底发现的基因，竟然是有200万年的历史咯。专家的研究嘛发现讲，迄当时格陵兰的温度大概是比现在加10度左右。伫格陵兰北部瓦皮里蒂半岛，规年冬天拢结冰，看不到任何生物。
不过伫咧200万年前，这也是规片森林，动植物真多。有一个跨国的科学研究团队，用16年的时间采集加分析这的土壤所含的 DNA， 发现100多种食物加几多种动物，包括驯鹿、鬣齿类动物，抑个禽类的牛，甚至抑个已经绝种的长毛象。基因数列显示，一寡 DNA 存在时间可能有到200万年，比过去人类 DNA 只敢会当保存100万年的期限加出1倍。It was long thought that 1 million years was this boundary or the barrier that of DNA survival, but now we are twice as old. 参加研究的皮特森讲，温度计会当延长古老基因保存的时间。研究人员采集的土壤内面有生物的粪便、毛、骨头，抑个食物的碎片，提供丰富的 DNA 来源。虽然这个人采集到基因破碎幼弹，不过这卖遗传工程科技真进步，也是让摆出完整的 DNA 序列，导致迄当阵的生态系。搁再请画家依照资料画出迄当阵的情形。Places the 3 mastodons bathing in the nearby lake rivery system, and then you have in the background the different species that we identify. So you have like geese flying off into the sky. You have reindeer herds. 科学家自 DNA 发现，200万年前的格陵兰北部北经历过正剧烈的气候变迁。迄当阵的平均温度差不多摄氏11到17度，比即马零下11到10度的温度加正温暖。对动植物的种类也个分布，会让知影物种对气候变迁的适应力。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6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华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